迷你小英雄傳，光之章，第一回，被詛咒的女生，麗娜莉亞，一個生活在灰色世界裏的女高中生。從出生那一刻起，如同破碎古吻般的黑色斑紋就爬滿了她全身。即便醫生證明那只是胎記，並非疾病，但人們恐懼的眼神和親人的離棄，讓這些斑紋成了真正的詛咒。加上天生的一頭白髮，她成了同學們口中的白髮魔女。喂，白髮魔女來了，快走！學校的走廊上，同學們像避開瘟疫一樣散開。麗娜莉亞低着頭，推了推鼻梁上厚重的眼鏡，緊緊抱住書本快步走過。她習慣了被孤立，習慣了晚上在便利店兼職賺取微薄的生活費，也習慣了太妹幫而無休止的欺凌。只要不放棄，或許有一天能遇到一個不介意我外表的人。這是她心中唯一微弱的火光。這天，邦兒又故技重施，搶走了名叫包包的同學的筆記。包包是班上的資優生，卻性格軟弱，只能無助地哭泣。還給她，麗娜莉亞不知道哪來的勇氣，衝上去搶回了筆記。你找死嗎？邦兒臉色鐵青，兩個高大的男同學立刻圍了上來。在羞辱與推撞中，麗娜莉亞跌坐在地，衣衫凌亂。就在她心灰意冷地閉上眼時，一把男聲響起：停手！欺負女生算什麼男人？是阿倫，班上頗受歡迎的帥哥。他挺身而出趕跑了欺凌者，並紳士地向麗娜莉亞伸出手。那一刻，麗娜莉亞仿佛看見了光。第二回，惡魔的假面，真正的黑暗往往披着光鮮的外衣。當阿倫帶着麗娜莉亞向班主任水番 Sir 求助時，這位平時道貌岸然的老師卻露出了獠牙。他不僅沒有懲罰欺凌者，反而為了維護校譽，反過來威脅受害者閉嘴。阿倫見狀，雖然有些尷尬，卻也沒有再多說什麼，默默退縮了。麗娜莉亞的心也涼了半截，但她沒有時間自怨自艾。放學鐘聲一響，她就得匆匆趕往便利店開始她的兼職工作。歡迎光臨！站在收銀台後的麗娜莉亞，熟練地掛起職業笑容。儘管雙腳因為長時間站立而酸痛，儘管今天在學校遭受了委屈，她還是努力工作着。這是她生存下去的唯一方式。自動門叮咚一聲打開，走進來的不是普通顧客，而是穿着便服，一臉不耐煩的水番 Sir。他原本只是進來買包煙，卻一眼瞥見了櫃檯後的麗娜莉亞。你這個拉低班級平均分的家伙！水番 Sir 走到櫃檯前，沒有要結賬的意思，反而用手指敲着桌面，發出刺耳的聲響。放學不回家溫習，居然在這裏打工，難怪你成績那麼差。你是不是很缺錢啊？老師，我需要生活費。麗娜莉亞低下頭，小聲解釋。藉口。水番 Sir 突然暴怒，雙眼隱隱閃過詭異的黑光。不好好讀書的廢物，跟我回學校留堂。他粗暴地找向麗娜莉亞。麗娜莉亞下意識閃躲，卻徹底激怒了他。水番 Sir 展現出異常的怪力，猛力一推，麗娜莉亞重重撞在課架上，眼鏡飛脫，視線模糊。我看你還能往哪跑？失去了眼鏡的麗娜莉亞，只能看到眼前晃動的色塊。
恐懼與無助湧上心頭，他蜷縮在地上，試圖尋找眼鏡，卻聽到那沉重的腳步聲正一步步逼近。就在這時，一陣風呼嘯而入，沒有預期的疼痛，麗娜莉亞落入了一個結實而溫暖的懷抱。第3回，紅髮的青年，什麼人？水番 Sir 驚愕地停下腳步，麗娜莉亞努力睜大眼，只能勉強看清那人有一頭鮮豔的紅髮。他身上散發着危險卻又令人安心的氣息。紅髮青年低頭看了一眼懷中瑟瑟發抖的少女，眉頭緊鎖。隨後，他將目光轉向了面前那個囂張的中年男人。又是這種臭味，他厭惡地啐了一口，眼神冷冽如刀。喂，那邊那個禿頭？你叫誰禿頭？水番 Sir 氣急敗壞，但他本能地對眼前這個男子感到畏懼。披着人皮的惡魔，青年冷笑，輕輕打了個響指，啪，一團赤紅烈焰憑空而起，精準無誤地燒掉了水番 Sir 的假髮，露出了光禿禿的頭頂和一對若隱若現的惡魔角。當你化成惡魔的時候，你的命運就注定要像那頂假髮一樣，化為灰燼。青年冷冷地說道，掌心中還殘留着未熄滅的火舌。滾！哇哦啊！水番 Sir 慘叫着落荒而逃。紅髮青年撿起眼鏡遞給麗娜莉亞。面對不公義別打人，下次可沒人這麼剛好路過幫你。麗娜莉亞看着那一抹紅色的背影，心跳莫名加速。當她手忙腳亂地戴好眼鏡追出門外時，青年已不知去向。那是他們第一次相遇，他不知道這個紅髮青年是誰，也不知道他背負着怎樣沉重的過去，而他也不知道，這個看似軟弱的少女，將會成為照亮他灰暗人生的光。第4回，勇氣的漣漪。隔天，水番 Sir 在便利店被人燒掉假髮的臭事，雖然沒有人敢當面說破，但早已透過網絡和私信在全校瘋傳。當他頂着一顆光亮如燈泡的禿頭走進教室時，雖然他已經極力裝作沒事，但台下幾聲憋不住的撲嗤笑聲，瞬間點燃了他心中的火藥桶。笑什麼笑？有什麼好笑的？水番 Sir 惱羞成怒，臉漲成了豬肝色。他想起了昨天那個紅髮青年的羞辱，卻無法報復那個男子，便將所有的怨氣都發洩在眼前的學生身上。惱羞成怒的他試圖體罰全班。麗娜莉亞握緊了拳頭，他的腦海中不斷回響着昨晚那個紅髮青年離去時留下的話語。面對不公義別打人，他深吸一口氣，在全班驚訝的目光中站了起來。老師，你這是濫用權力，我們並沒有違反校規。你不能因為私人的情緒而懲罰我們。你這白髮魔女說什麼？水番 Sir 沒想到平時最懦弱的她竟然敢頂嘴。我不是叫白髮魔女，我是麗娜莉亞。她推了推裂開一角的眼鏡，眼神雖然還有些顫抖，卻異常堅定。我要去校長室投訴你。麗娜莉亞真的做到了，她鼓起勇氣向校方揭露了水番 Sir 長期無視霸凌、體罰學生以及濫用職權的惡行。在眾多學生的證詞下，加上昨晚在便利店騷擾學生的監控錄影曝光，校方為了止血，當即做出了決定，解僱水番 Sir。放學鐘聲響起。
阿倫熱情地湊到麗娜莉亞身邊。多虧了你，我們才不用抄校規，一起走吧。麗娜莉亞有些受寵若驚，這是第一次有男同學主動約她放學。她羞澀地點點頭，心想或許這就是她期待已久的友情。然而，這看似和諧的一幕，卻被躲在校門口大樹後的邦兒看在眼裏。可惡，那個白髮魔女憑什麼？邦兒咬着指甲，眼中滿是嫉妒與懷疑。阿倫明明知道我最討厭他，為什麼還要跟他在一起？難道第5回惡魔的反撲？麗娜莉亞和阿倫走在回家的僻靜小路上，突然，麗娜莉亞停下了腳步。噓，阿倫，你有聽到什麼聲音嗎？在一堆廢棄的紙箱旁，傳來了微弱的聲。麗娜莉亞走近一看，驚恐地發現一個有住粉紫色短髮的小女孩，被怪異的黑色乳液緊緊捆綁着，像垃圾一樣被丟棄在那裏。天啊，是誰這麼殘忍？麗娜莉亞連忙上前為小女孩鬆綁。小女孩一獲得自由，並沒有哭鬧，反而驚恐地瞪大眼睛，指着麗娜莉亞的身後大喊：姐姐，危險，有人在跟蹤你們，快跑！跟蹤！麗娜莉亞一愣，旁邊的阿倫其實早就知道邦兒在跟隨他們，便轉過身對着轉角處喊道：出來吧，邦兒！邦兒見行跡敗露，氣呼呼地走了出來，指着阿倫罵道：你這個偽君子，少裝算了！場面一度變成了尷尬的三角修羅場。然而，紫髮小女孩卻在這時瑟瑟發抖地拉了拉麗娜莉亞的衣角，聲音帶着哭腔：不是那個姐姐，是更可怕的東西。白髮魔女，一聲非人的咆哮響起，那是水番 Sir， 不，現在應該稱他為水番惡魔。被解雇的怨恨讓他徹底被體內的惡魔種子吞噬，他的皮膚變成了灰黑色，頭上長出了紫色的尖角，雙眼散發着駭人的青光。水番惡魔猛地揮出利爪，首當其衝的就是站在最外面的邦兒。啊！邦兒慘叫一聲，手臂被抓出了3道血痕，跌坐在地。怪物，是怪物啊！剛剛還表現得像個護花使者的阿倫，在看到真正的怪物後，瞬間嚇破了膽。他連看都沒看受傷的邦兒一眼，更別提保護麗娜莉亞了，直接拔腿就跑，展現了傳說中的速逃技能。現場只剩下3個弱女子，麗娜莉亞雖然害怕，但她看了一眼身後的小女孩和受傷的邦兒，咬牙擋在了前面。愚蠢！水番惡魔嘲笑着，正準備給這些螻蟻最後一擊。壞蛋，不准欺負姐姐！誰也沒想到，那個一直躲在身後，看似柔弱無比的紫髮小女孩，竟然在這時鼓起了腮幫子。第6回。自爆攻擊，小女孩大喊一聲，閉着眼睛，像火粉紫色的小炮彈一樣衝了出去，不顧一切地一頭撞向水番惡魔那如同岩石般堅硬的大腿。咚！一聲清晰的悶響回盪在巷子裏。哇哦！下一秒，小女孩爆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哭聲。整個人向後跌坐到地上，雙手死死捂着額頭。小妹妹，麗娜莉亞嚇得魂飛魄散，女孩遭受到惡魔的反擊。你怎麼了？哪裏受傷了？就連倒在地上的邦兒也驚恐地捂住嘴。
以為這孩子受了什麼殘忍的攻擊。然而，水番惡魔卻一臉錯愕地僵在原地，那隻準備揮出的利爪尷尬地懸在半空。黑人問號，喂，我還沒動手吧？只見女孩一邊抹着眼淚，一邊把手拿開，原本白亂亂的腦門上，肉眼可見地腫起了一個紅彤彤的大包，還冒着熱氣。嗚嗚嗚，好痛！她的腿好硬。嗚嗚嗚，小女孩哭得梨花帶雨，完全是因為自己撞太大力把自己撞痛了。原本肅殺的氣氛，因為這突如其來的自殺式頭錘攻擊，竟然出現了詭異的停滯。你這臭小鬼！水番惡魔額頭青筋直跳，感覺智商受到了極大的侮辱，竟然敢拿這種無聊的把戲來耍我。水番惡魔徹底被激怒了，那條如長繩般惡心的舌頭猛然射出，帶着純粹的虐殺之意，狠狠抽向了還在由頭大哭的小女孩。小心！麗娜利亞沒有絲毫猶豫，在眾人還在為剛才的滑稽一幕發令時，她已經撲了出去。她用自己的身體當作肉盾，將哭泣的小女孩死死護在懷裏。麗娜利亞感到背部一陣劇痛，仿佛骨頭都要斷裂了，鮮血從嘴角流下，但她依然緊緊抱着孩子，沒有鬆開手。既然你這麼想當英雄，那就抱着這個愛哭鬼一起去死吧！水番惡魔猛力一甩，舌頭捲住兩人，將他們高高拋向半空，準備讓他們摔得粉身碎骨。要這樣死去了嗎？第7回，赤紅的救世主。強烈的失重感讓麗娜利亞緊閉雙眼，耳邊只有風聲和水番惡魔瘋狂的笑聲。死定了！抓緊！天空中劃過了一道赤紅色的火光，一股強大而溫暖的力量接住了他們。麗娜利亞顫抖着睜開眼，映入眼簾的是那一頭標誌性的赤紅亂髮，以及那雙桀驁不馴的眼睛。雖然那天在便利店因為沒戴眼鏡看不太清楚，但這個聲音，這個粗魯卻又令人安心的懷抱，是你。麗娜利亞的心臟猛地漏跳了一拍，是那天救了她的人。沒錯，這個紅髮青年就是10數年前在天使村親歷過地獄，立志復仇的菲斯。他抱着一大一小兩個女孩，以驚人的平衡感落地，10分完美落地。旁邊不知哪來的路人舉牌，但菲斯沒有心情開玩笑，他將兩人放下，轉身面對水番惡魔，眼神中沒有絲毫恐懼，只有像看垃圾一樣的鄙夷。又是你這臭小子！水番惡魔認出了菲斯，更加暴怒。正好，連你一起殺。廢話真多，菲斯根本沒打算聽惡魔把話說完，他單手插在口袋裏，另一隻手隨意地向上一揮，轟！一道巨大的赤紅火柱衝天而起，速度快得如同紅色的閃電。這不是普通的火，這是包含了菲斯多年來對惡魔極度憎恨的復仇之火。水番惡魔連慘叫都來不及發出，那堅硬的身軀在接觸到火焰的瞬間就發生了崩解。一秒，僅僅一秒，剛才還不可一世的怪物，就這樣化為了無數黑色的塵埃，隨着風消散得無影無蹤。好厲害！麗娜利亞看得目瞪口呆，臉頰不自覺地泛紅。強大、帥氣、神秘，這不就是他夢寐以求的白馬王子嗎？
少女的粉紅色幻想瞬間開啟。第8回，七彩色的雨雨，解決完惡魔，菲斯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轉過頭來，他無視了麗娜莉亞投來的崇拜目光，或者說他根本沒察覺。銳利的視線徑直鎖定在那名粉紫髮小女孩身上，準確來說，是鎖定在小女孩耳朵上的羽毛耳飾上。那是一片散發着微弱七彩光芒的羽毛。菲斯的瞳孔劇烈收縮，記憶如潮水般湧來。那個毀滅了天使村的夜晚，那個擋在他身前的白翼少女天使，以及最後飄落在他手心，被他親手捏碎的那片羽毛，一模一樣。喂，小鬼！菲斯的情緒突然變得激動，他大步上前，一把抓住了小女孩的肩膀，語氣兇狠：這東西，這彩色的羽毛，你是從哪裏得來的？哇哦啊！本就受到驚嚇的小女孩被這個兇神惡煞的哥哥一敲，立刻放聲大哭起來。菲斯眉頭緊鎖，雖然這小鬼看起來只是個普通人類，身上也沒有任何能量波動，但這片羽毛絕對與當年的天使有關。難道天使真的還存在？還是這小鬼跟那個消失的天使有什麼關係？你在做什麼啦？麗娜莉亞雖然對菲斯一見鍾情，但看到他欺負小孩，還是鼓起勇氣衝上前，將哭泣的小女孩護在身後。你嚇到她了。菲斯嘖了一聲，鬆開了手，但目光依然死死盯着那個耳飾。麗娜莉亞蹲下身，溫柔地拿出紙巾幫小女孩擦眼淚。別怕別怕，姐姐在這裏。小妹妹，你叫什麼名字？家住在哪裏？我們送你回去好不好？小女孩抽泣着，迷茫地搖了搖頭。我不記得了。她摸着自己的頭，眼神空洞。名字？爸爸媽媽，什麼都想不起來。嗚嗚嗚！這個粉紫色髮的女孩的而且確就是在天使村出現過的天使，因為沒有了力量退化成孩童，曾經的愛尼美亞也失去了身為天使的記憶。現在的她只是一張白紙，失憶了嗎？麗娜莉亞看着這個跟自己一樣無依無靠的孩子，心中湧起一股憐惜。她看着小女孩耳邊那漂亮的彩色羽毛耳飾，靈機一動，既然想不起來，那就先取個新名字吧。麗娜莉亞露出溫暖的笑容，指着那個耳飾說：你的羽毛飾品很漂亮啊，就叫你雨雨好不好？雨雨，小女孩停止了哭泣，眨了眨大眼睛，似乎很喜歡這個名字。雨雨，嘻嘻。一旁的菲斯看着這溫馨的一幕，心裏卻在盤算：這小鬼身上有天使的線索，在查清楚那片羽毛的來歷之前，不能放着不管。喂，麗娜什麼的？菲斯開口了，雖然語氣還是很曳。既然他沒地方去，你打算怎麼辦？麗娜莉亞抱起雨雨，堅定地說：我會收留他，反正我一個人住，多個妹妹也比較熱鬧。他轉向菲斯，充滿期待地問：那，先生，我還未知道你的名字，你要不要也一起來？畢竟你救了我們，我想好好道謝。菲斯原本想拒絕，但看了一眼雨雨耳邊的彩羽，他改變了主意。隨便你，他雙手抱胸，將臉撇向一邊。反正我也沒地方去，別誤會，
我只是為了監視這個奇怪的小鬼。第9回，臥室裏的秘密奇蹟。回到家後，麗娜莉亞帶着雨雨進了臥室換衣服，留菲斯一個人在客廳喝飲料。臥室裏，麗娜莉亞看着鏡子裏的自己，不禁嘆了口氣。那些如同詛咒般的黑色斑紋依然滿布全身，讓她覺得自己醜陋無比。唉，如果沒有這些斑紋，或許我就能更有自信地站在菲斯先生身邊了吧。媽媽很漂亮啊，是由心而發的漂亮。雨雨突然開口，童稚的聲音中帶着一種奇異的莊嚴。咦，雨雨，你叫我什麼？麗娜莉亞驚訝地轉過頭。雨雨沒有回答。那片彩色的羽毛已釋發出了耀眼的光芒。一瞬間，雨雨的身後仿佛出現了一對巨大的潔白羽翼虛影。那是他身為天使愛尼美亞最後殘存的力量。這是麗娜莉亞驚訝得說不出話來。這是希望之光。雨雨伸出小手，輕輕觸碰麗娜莉亞的額頭，把最後的禮物送給善良的你。你的善良和勇氣綻放着耀眼光芒。天使的聲音在麗娜莉亞心中響起，這光輝必定能為人們帶來希望。光芒籠罩下，麗娜莉亞身上的黑色斑紋化作了淡淡的，如同光紋般的印記。平時隱沒在皮膚下，只有在情緒激動時才會顯現微光。那不再是詛咒，而是被祝福的證明。幾秒鐘後，光芒散去，雨雨恢復了普通小女孩的模樣，疲憊地倒在麗娜莉亞懷裏睡着了。麗娜莉亞衝到鏡子前，不敢置信地看着皮膚光潔如雪的自己。謝謝你，雨雨，因為臥室門關着，客廳裏的菲斯並沒有看到這神奇的一幕。但他敏銳地感覺到了那股令他懷念又痛恨的天使氣息。嘖，果然有問題。換好衣服出來後，煥然一新的麗娜莉亞讓菲斯愣了一下，但他很快就移開了視線，裝作不在意。菲斯先生，我有個請求。麗娜莉亞紅着臉，有些扭捏地說道。幹嘛？雨雨現在沒有身份，要入學讀書很困難，而且入學申請需要家長簽名。麗娜莉亞偷瞄了菲斯一眼，心跳加速。我想收養雨雨，但是，那個，如果只有媽媽沒有爸爸，雨雨會很可憐的。所以，菲斯有一種不祥的預感。所以，我們能不能假扮成雨雨的父母？麗娜莉亞雙手合十，眼中閃爍着星星。就當是為了孩子嘛，拜託了，菲斯爸爸。這其實是麗娜莉亞的小私心，只要菲斯答應，他們在名義上就是夫妻了。這對處於 FF 幻想模式全開的少女來說，簡直是夢幻般的發展。菲斯嘴角抽搐，誰要跟你？但當他想起那片神秘的羽毛，他只能無奈地嘆了口氣。為了調查真相，忍忍吧，隨便你。菲斯自暴自棄地喝了一口飲料。但我話說在前面，我最討厭屁孩了。耶，太好了！麗娜莉亞興奮地在心裏比了個 V 字手勢。就這樣，一個因為一見鍾情而心花怒放的少女，一個失憶的前天使，以及一個滿懷心事的復仇者，組成了這個奇怪又溫馨的臨時家庭。第10回，小小的女英雄，雨雨，要聽菲斯哥哥，不對，要聽爸爸的話。
一大清早，麗娜莉亞穿着整齊的校服，容光煥發地站在玄關。自從身上的斑紋消失後，她整個人自信了不少。在出門前，她還不忘回頭對客廳裏的兩位家人揮手道別，臉上掛着幸福的傻笑。快走啦，囉嗦！菲斯坐在沙發上，一臉不耐煩地揮揮手。門關上後，屋內陷入了一陣尷尬的沉默。菲斯轉過頭，看着正坐在地毯上換積木的雨雨。雨雨也抬起頭，有點畏懼地看着這個兇神惡煞的爸爸。開引號省略號省略號刪引號，開引號省略號省略號刪引號。當麗娜莉亞走進課室的那一刻，原本喧鬧的班級瞬間安靜了下來。那是白髮魔女，天啊，她怎麼變這麼漂亮？就在同學們竊竊私語時，邦兒站了出來。她手上還綁着繃帶，那是昨天被水番惡魔抓傷的。神情嚴肅地對全班說道：以前我們都錯怪他了。昨天水番那個怪物襲擊我們時，阿倫那個膽小鬼早就跑了，只有麗娜莉亞，她不顧自己的安危，挺身而出救了我。邦兒看着麗娜莉亞，眼神中充滿了歉意與敬佩，她是真正的女英雄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對不起哦，麗娜同學。同學們的態度180度大轉變，紛紛圍上來稱讚她。麗娜莉亞有些不好意思地撓撓頭，大家過獎了，我只是做了該做的事。就在這氣氛融洽的時刻，一個不識相的聲音插了進來。哎呀，麗娜同學，你今天真是光彩照人啊！阿倫撥了撥頭髮，一臉油膩地湊到麗娜莉亞面前。看到變漂亮的麗娜，她那外貌協會的雷達立刻啟動，完全忘記了昨天自己棄人於不顧的醜態。昨天真是太驚險了，對吧？其實啊，昨天是我故意引開水番 Sir 的注意，你們才能平安無事的。怎麼樣？我不愧是你的好朋友吧？麗娜莉亞冷冷地看着眼前這個自吹自擂的男生，心裏最後一絲對友情的幻想也破滅了。原來，這就是這男人的真面目。人無恥，則無敵啊！邦兒毫不留情地譏諷道，翻了個大白眼。阿倫，你的臉皮比城牆還厚。這裏沒人想聽你放屁，滾邊去！你說什麼？阿倫面紅耳赤，他轉頭看向麗娜莉亞，試圖尋求支持。麗娜，你相信我吧？麗娜莉亞連看都沒看他一眼，只是轉過身，淡淡地對邦兒說：邦兒，我們回座位吧。這種徹底的無視，比謾罵更讓阿倫難堪。被當眾羞辱的阿倫，惱羞成怒卻無處發洩。他轉過身，看到了角落裏正低頭看書的包包。包包一直是班上最好欺負的對象，也是阿倫現在唯一能找回優越感的目標。喂，包包！阿倫沒好氣地走過去，將氣撒在他身上。你在看什麼看？連你也在心裏嘲笑我嗎？像你這種只會讀書的書呆子，懂什麼叫社交嗎？這句話成了壓垮包包的最後一根稻草。長期以來，父母的高壓逼迫、同學的霸凌，以及自我價值的崩塌，早已讓包包處於崩潰邊緣。為什麼我那麼努力，還是不夠？每個人都欺負我。黑色的霧氣猛然從包包身上爆發出來，
我受夠了。鏡頭回到麗娜莉亞的家中，菲斯煩躁地找了找那一頭紅髮，他可是立志要殺盡天下惡魔的復仇者，為什麼現在會淪落到在這裏帶小孩？就在這時，一股極度令人不適的氣息突然穿透了牆壁，直擊菲斯的感官。正在喝飲料的菲斯猛地站起，手中的鋁罐被捏變形。這股臭味，菲斯眼神瞬間變得銳利如刀。是惡魔，而且這股氣息比昨天那個禿頭還要強烈。方向是學校。第11回，黑化之優生。菲斯二話不說，抓起外套就要衝出門，但就在手碰到門把的瞬間，他的腳步停住了。他回頭看了一眼還在換積木的雨雨，把這麼小的孩子一個人丟在家裏，萬一這附近也有惡魔怎麼辦？萬一他亂跑怎麼辦？雖然嘴上說着最討厭屁孩，但菲斯腦海中閃過了當年天使村那些無助哭喊的孩子們。他曾經發誓，如果還有機會，絕不再讓任何弱小在自己面前被犧牲。麻煩死了，菲斯罵了一句，轉身大步走回客廳，一把將雨雨像拎小雞一樣夾在腋下。找緊了，小鬼，要是掉下去我可不管。哇啊，菲斯哥哥慢點！雨雨嚇得哇哇大叫，但雙手還是聽話地死死抓住了菲斯的衣服。當菲斯帶着雨雨以驚人的速度趕到學校時，操場上已經亂成了一團。他並沒有看到麗娜莉亞的身影，但在人群中央，有一個渾身散發着黑色霧氣的身影正在示弱，那是包包。長期在父母高壓期待下崩潰的資優生，此刻已經完全失去了人形。他的皮膚變成了灰暗的岩石色，雙眼燃燒着瘋狂的黑色火焰，頭頂長出了尖角。為什麼？為什麼我那麼努力，還是不夠？包包發出痛苦的咆哮，周圍的同學驚恐地尖叫逃竄。阿倫躲在遠處的花壇後面，瑟瑟發抖。果然是惡魔。菲斯放下雨雨，眼神冰冷。在他眼裏，眼前這個怪物已經不再是人類，而是必須被清除的害蟲。惡魔已滲透入人們當中，我會親手消滅他們。菲斯雙手燃起赤紅的烈焰，那火焰的溫度高得連周圍的空氣都扭曲了。他一步步走向魔化的包包，殺意已決。消失吧，妖孽！菲斯怒吼一聲，手中的火球即將轟出。住手！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，就在火焰即將擊中包包的前一刻，一道粉紅色的身影不顧一切地衝了進來，張開雙臂擋在了惡魔面前。是麗娜莉亞。最終回，最後的抉擇。你瘋了嗎？菲斯硬生生地收回了部分力量，但火焰的餘波還是將麗娜莉亞的校服裙擺燒焦了一角。讓開！那是惡魔，他會殺了你。他是包包，他是我的同學。麗娜莉亞一步也不肯退讓，儘管面對着菲斯那恐怖的殺氣，他的雙腿在發抖，但眼神卻無比堅定。菲斯愣住了，眼前的景象與記憶重疊。當年，法奴變成惡魔時，他沒能阻止悲劇。那一次，為了救贖，結果失去了摯友和愛人。恐懼讓菲斯的手僵在半空。你懂什麼？看着麗娜莉亞那雙清澈、毫無雜質的眼睛，菲斯突然意識到，他什麼都不知道。他不知道他的過去，
不知道他背負的血海深仇。在他眼裏，他只是一個強大的救世主，而不是一個被仇恨驅使的復仇鬼。他想告訴他惡魔有多殘忍，想告訴他如果不殺掉就會有更多人死去，想告訴他關於法奴和柏拉的悲劇，但話到嘴邊，他卻咽了下去。媽媽，雨跑了過來，拉住了麗娜利亞的手，然後轉向菲斯，鼓起勇氣喊道：爸爸，不要打架。這一聲爸爸，像是一盆冷水澆熄了菲斯手中的火焰。他看着這對毫無戰鬥力卻擋在他面前的母女，最終狠狠地嘖了一聲，放下了手。隨便你們。菲斯轉過身，背對着他們，語氣冷硬。要是被吃了，別指望我會救你們第二次。但他並沒有離開，只是站在原地，赤紅的雙眼依然警惕地盯着那個魔化的怪物，隨時準備在最後關頭出手。獲得了菲斯別扭的默許，麗娜利亞轉過身，面對着還在咆哮的包包。包包同學，我看到你的努力了，他溫柔地呼喚着，不顧包包身上散發出的黑色瘴氣，堅定地抱住了對方。下一秒，奇蹟發生了，麗娜利亞體內的光紋亮起，那是雨賦予她的希望之光，配合雨的共鳴，一道粉紅色的溫暖光芒爆發，驅散了包包身上的黑氣。在菲斯震驚的目光中，包包身上的惡魔特徵逐漸退去，最後恢復成了那個一臉茫然的普通女孩。這是天使的力量，不，所謂的天使不過是無能的惡魔。看着沐浴在光芒中的麗娜利亞，菲斯心中某個堅硬的角落，似乎出現了一絲裂痕。雨在一旁開心地拍手，媽媽好棒，菲斯，我們以後一起守護這座城市吧。麗娜利亞微笑着向菲斯伸出手，不一定要消滅，或許我們可以拯救。菲斯看着他，嘴角勾起一抹傲嬌的笑意，轉過身去。哼，既然你這麼堅持，我就勉強幫你看着背後好了。在遠處的陰影中，一個戴着護目鏡的神秘男子正冷冷地注視着這一切。光之超能力者，光之章完。